今日恒春半岛的海岸拢已经修封锁线，禁止升水。另外，往回屏东小琉球的船班，下晡3点以后是全部取消。南外海沙堡居然落入去红色封锁线，警告民众袂使挖进海岸。小克风台豆豆接近台湾，但是影响到就是东部甲恒春。目前昆管处嘛已经启动紧急性封闭海沙堡甲游戏区。目前已经启动预警性封闭。 呼吁各位游客，目前海边是有非常危险的，禁止所有的游戏行为。唔那昆地的南湾、北沙湾等等海岸封闭，东流线甲沿流线嘛，因应即摆风台，船班拢是开到初3下晡尔。所以早起会当看到有游客赶紧坐船倒来台湾。初4甲初5因为风台影响上大，船班拢是全面停驶。业者表示，应会将船驶到太平湾客华片台。下午2点半为最后一班船，那明后天都是全面停航的状况，所以今天来小琉球的游客基本上都是返程的比较多。风力今天开始会逐渐增强，到了明天，甚至于风力会高达6到7级。 浪高达到3公尺以上。业者表示，目前交通船已经渐渐感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，因估计拜赛风力可能会有6、7级，海涌会有3公尺高，只要提早因应，民众嘛要注意上新的气象预报。记者张宇辉、邱昭勇，屏东报道。